如果你問我世界上邊個國家最似一個完美嘅童話世界，我相信絕大部分人第一時間腦海入面浮現嘅一定會係荷蘭呢個名字。放眼望去，成個國家好似被大自然打翻咗調色盤一樣，滿山遍野都係一望無際、色彩斑斕嘅鬱金香花海。古老而巨大嘅木製風車喺蔚藍嘅天空之下緩慢淡轉動，伴隨住微風吹拂過綠油油嘅草地，無數踩住單車嘅金髮高妹同型男穿梭喺交錯縱橫、波光粼粼嘅運河兩旁，仲有嗰種深植於每一個街角、每一間咖啡館嘅自由自在、包容、開放、無拘無束嘅生活氣氛。無論係喺聯合國嘅全球幸福指數排行榜，定係各大國際機構嘅生活質量、社會福利、教育水平評估入面，荷蘭長年累月都穩坐全球前列嘅寶座。喺好多人眼中，呢度就係人類文明同社會發展嘅終極天花板，一個真正實現咗人人平等、自由包容嘅人間烏托邦。但係如果我今日話俾你聽，呢個表面上極度富裕、文明、自由嘅童話王國背後，其實隱藏住一個個令人毛骨悚然、徹底顛覆你三觀嘅暗黑真相，你又信唔信呢？你有冇深入諗過，點解一個位處歐洲頂級富裕階層、一向標榜女性獨立同平權嘅國家，喺國際社會同倫理學界嘅陰暗角落入面，竟然會被冠上歐洲子宮呢個沉重、屈辱而又極具剝削意味嘅外號？你又知唔知，當全世界都喺度讚嘆佢哋將自由推向極致嗰陣，呢種過度嘅自由究竟喺暗地裏滋生出點樣嘅罪惡溫床？更加得人驚嘅係，喺荷蘭廣闊而平坦嘅土地上面，竟然存在住一個被政府同軍方嚴密監控，當地人極力警告所有遊客，千祈唔好行近嘅終極禁區。只要你出於獵奇心理，行錯一步踏入去，你原本平靜普通嘅人生就會瞬間被徹底摧毀，甚至連你嘅肉體同靈魂都永遠冇得反轉頭。今日就等我同大家一層一層擔剝開荷蘭呢個自由糖衣背後最真實、最殘酷，亦都係最令人背脊發涼嘅10個震撼真相。大家對於荷蘭嘅第一印象往往係前衛、包容同埋極致嘅平權，甚至好多人覺得荷蘭係全世界對女性最尊重、最能夠保障女性身體自主權嘅典範國家。但偏偏就係呢個被視為女性平權先鋒嘅自由之國，近年喺跨國代孕呢個龐大而陰暗嘅產業鏈入面，引發咗一場極之巨大嘅道德海嘯同倫理災難。荷蘭喺法律層面上對非商業性質嘅利他代孕係開咗綠燈嘅。當年立法嘅初衷，表面上極具崇高嘅人道主義精神，希望可以透過法律嘅規範，幫到嗰啲因為生理缺陷、嚴重疾病而天生冇辦法生育，但又極度渴望擁有自己親生骨肉嘅不育家庭。但現實世界嘅殘酷，往往遠遠超出立法者當年嘅美好願望。隨住成個歐洲大陸嘅倫理意識覺醒，法國、德國、意大利等周邊大國相繼收緊咗跨國代孕嘅法例，嚴厲將任何形式嘅商業代孕定性為違法行為，甚至刑事罪行。喺呢種大環境下，成千上萬嚟自西歐、北歐甚至美洲同亞洲嘅富裕求子家庭，就將目光同大把嘅鈔票鎖定咗喺法律依然存在巨大操作空間同監管漏洞嘅荷蘭。表面上，荷蘭法律白紙黑字，嚴格規定代孕只可以係出於純粹利他目的，嚴禁任何形式嘅商業交易同利益輸送。但私底下，無數跨國代孕中介同地下灰色機構，利用高超嘅法律包裝同漏洞，將動輒幾十萬甚至上百萬歐元嘅巨額交易，巧妙地分拆包裝成高額生活營養補貼、懷孕期間誤工費、產後心理康復基金、私人法律諮詢費，甚至透過海外離岸信託基金進行暗中支付，將一場赤裸裸嘅身體出租同金錢交易粉飾成合情合理、充滿愛心嘅人道互助行為。更加令人心酸嘅係，呢場交易背後嘅受害者到底係邊個？因為歐洲通脹加劇、生活成本飆升以及大學學費貸款嘅壓力，好多20歲出頭、剛剛踏入大學校園或者初入職場嘅年輕荷蘭女性，喺中介機構天花亂墜嘅金錢誘惑同助人為樂嘅道德綁架之下，半推半就淡走入咗呢個灰色代孕市場。佢哋將自己年輕、健康、充滿活力嘅身體，變成咗孕育另一個富裕家庭後代嘅血肉溫床。荷蘭女性嘅平均身高、身體素質、健康指標同受教育程度喺全歐洲名列前茅。呢種優良嘅生物學特徵，令到國際地下黑市對荷蘭代孕母同荷蘭基因嘅需求達到咗一種近乎狂熱嘅病態程度。
當一個文明先進國家嘅女性身體喺無形之中被物化、被明碼實價、淡標籤化，甚至喺地下中介嘅黑畫入面變成供應全歐洲頂級富豪嘅代孕工廠嗰陣，歐洲子宮呢個刺耳而諷刺嘅稱號就狠狠地撕開咗荷蘭女性光鮮亮麗外表下最痛嘅傷疤。呢種剝削唔單止係肉體上10月懷胎承受荷爾蒙劇烈波動同分娩劇痛嘅折磨，更加係一種深不見底嘅心理摧殘。好多年輕女仔喺生完 BB 之後，面對母子天性嘅骨肉分離，陷入咗極度嚴重嘅產後抑鬱同心理創傷。但喺嚴密嘅商業保密協議同冷冰冰嘅法律條款保護之下，佢哋甚至連睇多一眼自己懷胎10月生出嚟嘅骨肉嘅權利都冇。所有嘅委屈、眼淚同心理創傷，最終都只能夠默默吞落肚，成為繁華盛世之下被徹底抹去嘅無聲嘆息。除咗女性身體商品化嘅陰暗角落之外，荷蘭社會仲有一項政策，令所有初次接觸嘅外國人感到毛骨悚然，甚至不寒而慄，就係佢哋引以為傲、被官方視為人權與自由極致體現嘅安樂死制度。荷蘭係全世界第一個將安樂死完全合法化嘅國家，早喺2002年就正式通過咗極具爭議嘅終結生命與協助自殺法案。起初，全世界嘅目光都聚焦喺呢個大膽嘅社會倫理實驗上面。支持者堅稱呢項法例只係賦予嗰啲身患絕症、肉體承受住現代醫學無法緩解嘅劇烈痛苦、生命只剩下最後幾個月甚至幾個禮拜嘅垂死病人一個能夠尊嚴、體面告別世界嘅權利。但隨着時間嘅推移同社會觀念嘅潛移默化，呢個原本界線清晰嘅制度開始出現咗令人心驚肉跳嘅滑坡效應。今時今日嘅荷蘭，安樂死嘅申請門檻已經由最初嚴格嘅肉體絕症末期，一步一步放寬到令人難以置信嘅廣泛領域。而家喺荷蘭，唔單止患有晚期癌症、漸凍症等氣質性病變嘅人可以申請，連患有重度抑鬱症、雙向情感障礙、嚴重焦慮症、創傷後應激障礙等精神疾病嘅患者，只要經過醫生委員會評估，認定其精神痛苦屬於持續且無法忍受，並且在醫學上沒有合理的改善前景，就可以合法地透過藥物注射結束自己嘅生命。更加令人震驚同引發全球倫理風暴嘅係，荷蘭進一步推行咗針對重度失智症同阿茲海默症患者嘅提前安樂死意願書制度，即係話一個人喺自己神志清醒嗰陣簽低協議，一旦日後失去認知能力，甚至認唔出自己親人嗰陣，醫生就可以根據舊文件執行安樂死。即使患者喺失去認知後表現出對生存嘅本能依戀，法律依然傾向於執行先前嘅書面指令。甚至喺嚴格嘅法定程序同監護人同意下，12歲至16歲嘅未成年人亦都被納入咗合法申請嘅範疇。每年喺荷蘭有數以千計，甚至接近1萬人透過醫生協助注射致命藥物離開人世。安樂死佔全國總死亡人口嘅比例逐年攀升。好多國際倫理學家、社會學家同人權倡導者提出咗最嚴厲嘅質問。當死亡變成一種好似預約、睇牙醫、申請公共福利一樣標準化、程序化嘅日常服務嗰陣，社會到底係咪變相喺度向弱勢群體傳遞一種極其危險嘅信號？嗰啲長期感到孤獨、覺得自己毫無價值、自責成為家庭同社會財政負擔嘅失能老人、慢性病患者同精神創傷者，會唔會喺無形嘅社會心理壓力下被迫做出自我了結嘅選擇？當一個原本最需要社會關懷、心理疏導同長期陪伴嘅抑鬱症年輕人走進診所，系統俾佢嘅最終救贖，竟然唔係溫暖嘅擁抱同堅持不懈嘅治療，而係一支冰冷致命嘅注射器。呢種將自我決定權推向極端的做法，究竟係人類文明嘅慈悲，定係披住人道主義外衣嘅冷血社會清洗？講到極端自由嘅具象化體現，全世界遊客腦海入面第一時間諗起嘅，必然係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嗰個燈紅酒綠、鬱鬱橫流嘅紅燈區。每當夜幕降臨，運河兩旁狹窄古老嘅街道就會被曖昧迷幻嘅紅色霓虹燈徹底照亮。數以百計嘅落地玻璃櫥窗入面，穿着暴露嘅女性擺出各種撩人姿態，吸引住嚟自全球各地成千上萬嘅獵奇觀光客。荷蘭早喺2000年就正式將性工作完全合法化、職業化同產業化。當年荷蘭政府同立法機構嘅設想極其美好，佢哋認為將原本處於地下黑市嘅性交易納入陽光法案監管，可以徹底斬斷幕後黑幫嘅黑手，保障性工作者嘅人身安全同健康。
消除暴力剝削，令性工作者能夠好似普通上班族一樣納稅，享有政府提供嘅失業保障、醫療保險同退休金。然而20幾年過去咗，現實狠狠地打咗當年理想主義者一記響亮嘅耳光。合法化並冇如預期般令罪惡煙消雲散，反而好似打開咗潘朵拉嘅魔盒，將阿姆斯特丹變成咗全歐洲乃至全球人口販運同跨國黑幫洗錢活動嘅超級中轉樞紐。由於合法化創造咗一個龐大、穩定、受法律保護且需求源源不絕嘅公開消費市場，本地性工作者根本無法滿足如此巨大的市場缺口。巨大的利潤驅動住跨國犯罪網絡瘋狂擴張。大批嚟自東歐貧困山區、尼日利亞、南美洲等經濟落後地區嘅年輕女性，被跨國犯罪集團以前往西歐擔任高薪酒店前台、富裕家庭保姆、高級餐廳服務生，甚至係精心設計的跨國戀愛陷阱，騙到荷蘭。佢哋一踏入荷蘭境地，護照同身份證件就會被幕後黑手強行沒收，隨後被非法拘禁喺隱蔽嘅安全屋入面，遭受持續嘅暴力毆打、精神摧殘同毒品控制。最終呢啲年輕女仔被逼走入紅燈區狹窄逼窄嘅櫥窗入面，日夜不停擔接客，用出賣肉體換嚟嘅血汗錢去償還黑幫捏造出嚟嘅天文數字、偷渡費同中介債務。櫥窗入面展現俾遊客睇嘅妖妖同微笑背後，往往隱藏住難以想象嘅暴力、恐嚇同對院方家屬嘅人身威脅。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同歷任市長近年多次公開承認，性工作合法化嘅政策喺很大程度上已經走向咗不可控嘅失敗。紅燈區已經淪為國際犯罪集團從事洗錢、毒品走私同現代奴隸交易嘅堅固掩體。雖然政府多次提出搬遷紅燈區至郊區、大幅削減櫥窗配額等改革方案，但面對盤根錯節嘅黑道利益同龐大嘅旅遊經濟鏈條，每一次改革都寸步難行，將整個城市嘅道德底線牢牢鎖死喺罪惡嘅泥潭之中。與紅燈區齊名嘅另一個巨大誤解就係關於荷蘭嘅大麻文化。好多外地遊客甚至留學生去到阿姆斯特丹，見到大街小巷遍佈掛住 coffee shop 招牌嘅大麻咖啡館，空氣中彌漫住濃烈刺鼻嘅草藥氣味，就理所當然淡以為荷蘭係一個對大麻完全放開、徹底合法化嘅人間天堂。但事實上，荷蘭現行嘅毒品法律體系存在住一個極其荒誕，甚至可以說是精神分裂嘅制度設計、容忍政策與後門悖論。喺荷蘭法律條文入面，大麻從來都冇被真正賦予過完全合法嘅法律地位。政府採取嘅係一種高度妥協嘅行政、除罪化與有限容忍。法律允許持有特定牌照嘅咖啡店喺嚴格遵守一系列細則嘅前提下，向成年顧客小額零售大麻，例如每人每日不得超過5克，店內不得存有超過500克嘅現貨，嚴禁向未成年人銷售，嚴禁硬性毒品出現。呢個係面向公眾嘅前門規則，但荒謬至極嘅係後門規則。大麻嘅大規模商業化種植、大宗跨國運輸同批發倉儲喺荷蘭刑法入面依然係徹頭徹尾100%嘅嚴重違法犯罪行為，但就產生咗一個極度荒唐嘅現實死結。全荷蘭數百間大麻咖啡店每日需要消耗數以噸計嘅大麻產品。既然法律嚴禁大規模合法種植同批發入貨，但呢啲源源不絕嘅貨源到底係點樣日復一日送入咖啡店嘅後門？答案只有一個，依賴地下黑幫同跨國毒品走私網絡。政府對前門銷售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實際上為地下黑市提供咗一個受國家法律庇護、現金流極其龐大且汗驢補收嘅終端銷售網絡。大麻店經營者每天必須同荷槍實彈嘅黑幫分子進行秘密交割，黑幫則利用零售大麻獲得嘅天文數字現金流去採購軍火、賄賂官員，並進一步拓展利潤更加驚人嘅硬性毒品市場。荷蘭擁有全歐洲吞吐量最大嘅鹿特丹深水港，四通八達嘅跨國高速公路網絡同密集的運河物流體系，再加上社會對輕度毒品長期以來嘅麻木與寬容，令呢個國家不知不覺間演變成咗全歐洲最大嘅合成毒品製造中心同全球可卡因走私嘅核心集散地。全歐洲乃至全球大部分嘅搖頭丸、冰毒等安非他命類合成毒品都出自荷蘭南部鄉間隱蔽嘅地下實驗室，而每年由南美洲通過貨櫃走私進入歐洲嘅數百噸高純度可卡因，亦都將鹿特丹港口視為最主要嘅滲透突破口，令荷蘭徹底淪為名副其實嘅歐洲毒品樞紐。
由於毒品貿易帶嚟嘅暴利過於驚人，荷蘭本土及其周邊嘅有組織犯罪集團，在過去20年間急劇演變，誕生咗一個令全歐洲執法部門聞風喪膽、手段極其殘暴嘅犯罪帝國，以北非裔移民後代為主導嘅摩洛哥黑手黨。呢個犯罪網絡嘅兇殘程度、反偵查能力同武裝水平，徹底粉碎咗外界對荷蘭和平安寧、遵紀守法嘅刻板印象。近年來，荷蘭境內爆發咗一系列震驚國際社會，猶如拉美毒梟電影般嘅血腥暗殺同定點清除行動。一位長期深入追蹤毒品黑幫內幕、深受荷蘭民眾愛戴嘅國寶級調查記者彼得·德弗里斯，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完成電視台直播節目後，步出攝影棚，在光天化日、人流密集的鬧市街頭，被職業槍手近距離行刑式爆頭身亡。一位負責起訴跨國毒梟頭目嘅明星級國家檢控官，在上班途中遭遇伏擊身亡，甚至連一名轉為污點證人嘅前黑幫成員，其無辜嘅親生兄弟及其辯護律師，都先後喺家門口遭到職業殺手殘忍槍殺。黑幫嘅囂張氣焰，甚至直接燒向咗國家最高權力中樞。荷蘭前司法與安全大臣，甚至荷蘭皇室皇位繼承人阿瑪利亞公主，都曾因為截獲到黑幫針對其進行綁架同暗殺嘅高度可信情報，被迫放棄正常嘅大學、校園生活同寄宿安排。長年累月深居守衛森嚴嘅皇宮內，出行受到特種部隊嚴密保護。荷蘭全國警察工會多位負責人在媒體鏡頭前痛心疾首，但承認荷蘭在制度防線失守同黑金滲透之下，已經顯現出極其危險嘅毒品國家特徵。司法腐敗、證人保護體系崩潰同惡性暗殺事件頻發，令整個社會引以為傲嘅法治基石正面臨前所未有嘅系統性動搖。當你以為治安惡化同黑幫橫行已經足夠顛覆認知嗰陣，荷蘭日常生活入面嘅社會人際文化同樣隱藏住一種令好多初嚟報道嘅外來者感到極度不適，甚至陷入心理抑鬱嘅冷酷機制。荷蘭人擁有一種享譽世界，同時亦極具爭議嘅文化特徵直率，佢哋將其定義為真誠、務實、不拐彎抹角同高效溝通。但喺好多外來文化，尤其係注重人際溫度、同理心同面子文化嘅亞洲人睇嚟，呢種未經任何修飾嘅直率，往往頻繁越過基本禮貌嘅邊界，演變成一種近乎殘忍嘅社交霸凌。無論喺職場會議、學校討論定係私人聚會入面，如果一個荷蘭人認為你嘅工作成果毫無價值，你嘅穿衣品味極其糟糕，或者你發表嘅觀點愚蠢至極，佢哋會面無表情，毫不留情地當住所有同事同朋友嘅面，用最尖銳、最直白嘅詞彙直接否定你，完全唔會考慮你嘅情緒、承受能力同自尊心。喺跨國企業同高校入面，好多外籍員工同留學生長期承受住呢種美其名曰客觀反饋嘅巨大心理打擊，甚至誘發嚴重嘅焦慮症與社交恐懼。與這種極致直白相伴而生嘅係荷蘭社會極端到近乎病態嘅經濟界線劃分 AA 制文化。喺荷蘭 AA 制被推向咗一種令人瞠目結舌嘅數學精度，甚至催生咗一個風靡全國嘅日常代名詞 Tikkie， 一款專門用於小額轉賬嘅手機應用程序。喺荷蘭嘅社交潛規則入面，人情與金錢被切割得一清二楚。如果你受邀去一位相識已久嘅荷蘭朋友屋企作客食晚飯，主人家可能喺餐桌上同你談笑風生，但第二朝一早，你嘅手機好大機會會準時收到一個來自主人嘅 Tikkie 賬單。金額可能細到只有幾十歐分或者1-2歐元。打開明細一看，上面清清楚楚列明咗你昨晚飲咗2杯可樂，食咗幾塊餅乾，甚至用了少許調味醬料嘅成本分攤。對於荷蘭人嚟講，這代表住獨立、公平與不佔人便宜。但對於習慣咗人情往來、禮尚往來嘅外來者嚟講，這種錙銖必較嘅算計背後，透露出一種令人窒息嘅冷漠與疏離感。喺呢個社會入面，情感嘅交流被高度數字化、契約化，金錢的界線永遠高高凌駕於人情溫度之上。這種極端強調個人獨立同絕對界限嘅文化，延伸到家庭生活之中，就直接釀成咗荷蘭老年群體極其普遍嘅精神悲劇。從紙面數據嚟睇，荷蘭擁有全歐洲乃至全世界最完善、最慷慨嘅養老保障體系之一，長者擁有豐厚的養老金、完善嘅公費、醫療保障同世界頂級的專業養老照護機構，物質生活無憂無慮。但喺這種高度物質化保障嘅背後，荷蘭長者往往係全歐洲精神上最孤獨、最無助嘅一群人。
喺荷蘭傳統文化價值觀入面，代際獨立被奉為最高準則。子女一旦年滿18歲，離開家庭獨立生活就係一種理所當然嘅社會必然。從此在經濟與生活上與父母劃清界限。一年到頭，除了聖誕節等重大法定節日之外，許多子女甚至連例行嘅電話問候都極少打回家中。大批失去伴侶嘅高齡長者，常年獨自生活喺空曠冰冷嘅房屋入面，許多人連續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都睇唔到一個可以面對面講說話嘅對象。荷蘭官方同各大社會研究機構嘅調查數據顯示，全國75歲以上嘅長者入面，超過半數長期處於深度孤獨同抑鬱狀態，生活嚴重缺乏目標感與存在意義。喺這種漫長絕望嘅精神荒原之中，許多長者最終選擇主動走向安樂死，並非因為身體遭受無法忍受嘅肉體病痛，而係因為無法承受日復一日被社會、被至親徹底遺忘嘅精神酷刑。高福利制度雖然能夠為長者提供舒適嘅床位同精準嘅營養餐，但永遠無法填補由於親情剝離同極致個人主義所帶嚟嘅巨大情感黑洞。與養老困境相呼應嘅係荷蘭醫療體系內部一個令外來移民同留學生聞之色變嘅運行邏輯極端嘅自然療法哲學與被稱為醫療守門人嘅家庭醫生制度。在荷蘭生活，任何非急診性嘅醫療需求都必須首先經過註冊家庭醫生嘅初診把關。未經家庭醫生出具嘅正式轉介信，患者無法直接前往綜合醫院掛號或接受專科醫生診斷，否則將面臨保險公司全額拒賠。而荷蘭嘅家庭醫生群體普遍奉行一套根深蒂固、近乎宗教狂熱般嘅極簡醫療哲學。佢哋堅信人體具有強大的自我癒合機制，發燒、咳嗽、疼痛都係免疫系統嘅正常反應。任何非絕對必要嘅醫學干預、抗生素使用或者影像學檢查，都被視為對醫療資源嘅浪費同對自然規律嘅違背。在實際就醫過程入面，這種哲學往往演變成令患者痛不欲生嘅就醫噩夢。無論你發高燒至接近40度、劇烈咳嗽至呼吸困難，定係腹部劇痛難忍，當你歷經周折見到家庭醫生，絕大多數情況下，醫生只會面帶微笑彈俾出全荷蘭最經典嘅醫囑：返屋企多飲水，按時食2粒撲熱息痛，在床上休息1個禮拜。如果病情惡化到危及生命，再返嚟。在荷蘭，想要申請進行一次常規嘅血液化驗、腹部超聲波，甚至核磁共振檢查，難度猶如登天。醫生會動用各種統計學概率同專業術語，堅決駁回患者嘅檢查訴求。這種過度保守、極端排斥干預嘅守門機制，導致每年都有大量原本處於早期、極易治癒嘅惡性腫瘤、心腦血管急症或罕見病患者，被家庭醫生以普通炎症或心理壓力為由，一拖再拖，最終錯失寶貴嘅黃金治療期，惡化至無法挽回嘅地步。因此，許多有經濟能力嘅在荷華人、跨國企業高管，甚至荷蘭本地中產階級，一旦身體出現持續異常，寧願選擇長途驅車跨境前往醫療制度更加嚴謹、檢查更加詳盡嘅比利時或德國自費就醫，都唔敢將自己嘅生命健康完全託付俾本土這套講求自然篩選嘅醫療體系。在探討完人際、社會、司法與醫療嘅重重陰影之後，我哋必須將目光投向荷蘭。這片土地最本質、最宏大嘅物理現實，它本身就係一個懸掛在全歐洲頭頂上，隨時可能引發滅頂之災嘅終極地理定時炸彈。在荷蘭語入面 ，Nederland 嘅字面含義就係低洼之國。從地理構造而言，這片土地極度脆弱，全國超過26%嘅國土面積完全位於平均海平面以下，更有接近一半嘅國土海拔高度不足1米。荷蘭數百年嚟嘅國家發展史，本質上就係一部人類運用工程技術與狂暴北海進行殊死搏鬥嘅生存史。荷蘭人憑借驚人嘅水利工程智慧，修建咗包括蘇德海工程、三角洲工程在內嘅一系列舉世聞名嘅宏偉海堤、水閘同精密排水泵站系統，創造咗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嘅工程神話。但係隨住21世紀全球氣候變暖急劇加速，極地冰川融化導致全球海平面上升速率不斷打破歷史紀錄，加上由極端氣候引發嘅超級風暴潮越發頻繁，荷蘭這套維繫了數十年的水利防禦神話，正在逼近其設計物理極限嘅邊緣。國際海洋學與氣候變化專家多次向荷蘭政府提交高危評估報告，一旦北海遭遇千年一遇嘅特大風暴潮，疊加極端高潮位與海平面永久性上升，
荷蘭現存嘅巨型防洪屏障將面臨全面潰壩或防線被強行翻越嘅災難性風險。由於全國最核心嘅經濟命脈、政治中樞與人口密集城市，包括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烏德勒支，幾乎全數坐落喺地勢極低的沿海低洼平原之上。一旦主防線發生局部潰缺，倒灌嘅冰冷海水將在數小時至數天內迅速吞沒整個荷蘭西部經濟引擎。數百年積累嘅文明財富、歷史古蹟與現代基礎設施將被徹底淹沒在汪洋大海之中。數以百萬計嘅荷蘭國民將在一夜之間淪為無家可歸嘅氣候難民。每一位荷蘭國民日常踩住單車悠然穿行嘅美麗街道，實際上都係漂浮在巨大水壓之下的脆弱盆地。平靜如鏡嘅運河水面背後，時刻倒映住足以抹平整個國家嘅物理湮滅危機。最後，在穿透了上述9個令人心悸嘅社會與自然現實之後，我哋終於嚟到整個荷蘭國家安全體系中最核心、最神秘，被軍方同情報部門列為最高防範級別嘅終極禁區，位於荷蘭北部格羅寧根省地表深處嘅超級天然氣田斷裂帶及其核心工業封鎖區。這係一個在荷蘭官方旅遊指南上被徹底抹去，嚴厲警告任何普通遊客及未經許可人員絕不可靠近嘅現實危險區域。許多人只知道荷蘭依靠花卉出口、現代農業、微電子芯片同高端製造業立國，卻往往忽略咗一段至關重要嘅現代經濟史。上世紀50年代末，荷蘭在北部格羅寧根地區意外發現咗儲量高達數萬億立方米、名列全球前茅嘅特大型陸上天然氣田。在隨後的半個世紀入面，荷蘭政府與國際能源巨頭聯手，展開咗人類歷史上規模極其罕見嘅大規模地下天然氣高強度開採。依靠向全歐洲源源不斷輸出天然氣所獲取嘅天文數字能源收入，荷蘭迅速建立起覆蓋全民嘅奢華社會福利王國。然而，瘋狂攫取地下財富嘅代價係對大自然地質構造嘅毀滅性破壞。數十年日以繼夜、毫無節制嘅地下高壓抽取，導致格羅寧根地下深層岩石孔隙壓力急劇下降。原本緻密的地質力學平衡被徹底粉碎，在地底深處形成咗無數無法愈合嘅巨大空洞與斷裂層。自上世紀80年代起，這片原本屬於非地震帶嘅古老平原開始頻繁爆發數以千計由人類開採活動直接誘發嘅人造淺源地震。雖然這些誘發地震嘅里氏震級大多處於2至4級之間，但由於其震源深度極淺，往往距離地表僅有短短數公里。其釋放嘅地震波能量幾乎未經任何地層衰減，就直接轟擊地表，對地表建築物同基礎設施造成咗毀滅性嘅破壞。數以萬計嘅百年歷史民居、農場、醫院與學校牆體開裂、地基下沉、梁柱斷裂，大批世代定居於此嘅居民生活在房屋隨時坍塌嘅恐慌之中。更致命嘅係，大範圍嘅地層沉降與地下空洞化，隨時可能引發無預警嘅地面大面積塌陷、泥土液化，以及高壓殘存天然氣與劇毒硫化氫氣體嘅突發性地表洩漏。面對洶湧嘅民意反彈與地質災難，荷蘭政府雖然在近年被迫宣布逐步終止氣田嘅常規開採，但在格羅寧根核心氣井區、龐大嘅地下高壓戰略儲氣庫以及深層地質斷裂帶周邊，軍方與國家安全部門劃定咗極度森嚴嘅特種禁區與全天候警戒隔離帶。這些區域外圍佈設咗密集的阻絕鐵絲網、高靈敏度地表、微震與氣體傳感器陣列、紅外線熱成像、周界入侵監控系統，並由全副武裝嘅荷蘭皇家憲兵特種巡邏隊配合軍用警犬進行24小時不間斷高強度警戒。點解當地人與安全專家嚴正警告外來遊客千祈不可出於好奇心靠近，甚至企圖闖入這片區域？原因極其嚴酷且無法逆轉。第一，物理地質層面嘅絕對致命性，禁區內部及邊緣地質結構已處於臨界應力失衡狀態，地表隨時可能發生毫無徵兆嘅深坑塌陷與劇烈沉降。一旦失足墜入深達數十米乃至上百米嘅地下斷裂裂隙之中，瞬間就會被塌落嘅泥石徹底掩埋，生還概率幾乎為零。第二，不可見的深化窒息風險，地下深層斷裂縫隙中，隨時可能無預警日散出高濃度烷烴混合物及伴生的高毒性硫化氫氣體，
這些致命氣體在低洼地表迅速聚集，無色且在極高濃度下會瞬間麻痹人類嗅覺神經。人體只要在毫無防備下吸入微量，幾秒鐘之內就會導致中樞神經系統癱瘓、呼吸衰竭而當場暴斃。第三，亦係後果最嚴重、最現實嘅法律與人身毀滅打擊。由於該區域直接維繫住整個荷蘭乃至西北歐核心戰略能源儲備設施的安全，屬於國家最高反恐防禦與關鍵基礎設施保護序列。任何未經最高級別安全許可，擅自跨越警戒紅線或在周邊進行非法拍攝、探測嘅外來人員，一旦觸發州界警報系統，將在幾分鐘內遭到全副武裝嘅反恐特警與國家安全局特工嘅戰術包圍與強制壓制。涉事人員將被立即定性為涉嫌從事針對國家戰略能源設施嘅間諜刺探或恐怖破壞活動，被直接剝奪常規通訊權利，投入高戒備安全設施，接受嚴酷嘅國家安全審查與反恐情報審訊。隨後，你將面臨被永久註銷申根簽證、被全歐執法網絡及國際刑警組織打上最高級別危險安全威脅標籤嘅毀滅性後果。伴隨而來的是漫長且耗盡家財嘅跨國司法訴訟、天文數字嘅重度破壞性指控罰金，以及在異國鐵窗入面度過漫漫刑期。你原本清白、自由、充滿無限可能嘅人生軌跡，就在你出於一時輕率與獵奇踏過那條警戒紅線嘅瞬間，徹底崩塌破碎，跌入萬劫不復嘅深淵，永遠都無法從頭再來。當我們逐一審視完荷蘭這10個深藏在美麗畫卷背後的嚴酷側面，從代孕鏈條中女性身體的隱蔽商品化，到安樂死邊界不斷外擴所引發的生命倫理失序，從紅燈區繁榮表象下暗流湧動的人口販運與現代奴役，到大麻容忍政策反向催生的毒品網絡與血腥暗殺，從直白文化包裝下的社交冷酷，贏諸別教的經濟界線，到高福利外殼下長者無法排解的漫長孤獨，再從家庭醫生極端保守機制造成的就醫困境，到懸在頭頂的海平面倒灌危機與地底深處被過度開採誘發的地質禁區，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眼前這個曾經被無限浪漫化的國度。世界上從來不存在毫無代價脫離物理現實與人性複雜度的絕對烏托邦。每一個被過度標榜看似無拘無束的自由奇蹟背後，往往都在看不見的暗處，悄然由特定群體的尊嚴、整個社會的倫理秩序，甚至這片土地本身的自然規律，默默支付着極其沉重，甚至令人戰慄的巨大代價。